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再次聚集。主你的呼召，让我们成为贵重的器皿。知道今天的祷告会，你要成就大事在我们身上，阿们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亲爱耶稣，亲爱圣灵，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名是何等的美啊！谢谢主赐给我们有健壮的身体，谢谢主赐给我们有祷告的能力。虽然看不到你，但是我们知道主你就在我们身旁，主你就在这里。我确信今天的祷告会从头到结束都有你圣灵的保护以及看顾，让我们每一个人身心灵都能够得着饱足。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无人能够与你相比。你的名是配得我们所敬拜、歌颂、赞美的。愿你再一次悦纳我们向你献上的一切。
让我们献上全人、全心、全意的奉献给你。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不好，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同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拍手，欢迎圣灵再次领导我们。我们再次拍手，欢迎耶稣领导我们。我们再次拍手，欢迎主的领导我们。哈利路亚！我们请高声呼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欢迎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欢迎你。我们再次渴慕主来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神的子民，神的子民，何以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敞开，神的道传遍，你为我们渴慕寻找。我们再次神的子民，我们大声来呼唱。神的子民，何以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敞开，神的道传遍，你为我们渴慕寻找你。我们再次欢迎主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你，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有耶稣的地方就充满了平安，有耶稣的地方使大风大浪平静。耶稣使瞎眼能够看见，耶稣使瘸脚的拿起他褥子来行走。所以我们要相信耶稣，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阿们吗？神的子民，我们一起来大声来欢唱。神的子民，何以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今天主啊，我遇见你。天要敞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找。我们再次来说，主你就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你，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主啊，你赐下自由，你的灵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神的自由允许不是你。一山大海信息，天地不断升起，期待伟大神所奇妙事。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你，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神的话这样子告诉我们：凡在地上被捆绑的，在天上也被捆绑；在地下释放的，在天上也得释放。阿们吗？好不好？我们大声再次呼求，求主的圣灵在这运行当中释放我们。神的灵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神的自由与神灵，让我们欢迎你来。一山大海信息，天地不断升起，期待伟大神。我们再次说，神你就在这里，耶稣我们欢迎你。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耶稣你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
家显灵。我们再次来欢迎耶稣，欢迎耶稣在这里。我知道，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你将会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加显灵，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有主荣耀就要彰显出来，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加显灵，天上国度。今天在这里，主的荣耀就要彰显出来，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加显灵，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我们再次拍手，谢谢主，谢谢耶稣，谢谢圣灵。主啊，再次降临，主啊，再次降临。我们渴慕你的领导，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主，谢谢你。这几天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罗马书第8章，才让我知道神是如此的爱我，毫无保留的爱我。32节，上帝的话这样子对我说：神岂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了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亲爱的阿爸父，有谁能够像你这么爱我？你是何等的伟大！你又赐下圣灵来保护着我们，况且又有知道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如何祷告，只有圣灵用亲自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你是监察人心的主，无人能像你。我们再次用这一首歌，用里面的歌词，再次来明白，不论在高山或在低谷，主你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我们。透过这一首的歌词，我们再次来回想，我们是怎样的不好，但是主你还是爱我们，主你还是爱我们，主谢谢你。有位爱我的天父，他永远不放弃我，他爱的同在使我完全，我深知他顾念着我，我知他顾念着我。在许多危难时刻，在流泪的过程，要永不离开或丢弃我，我知你顾念着我，我知你顾念着我，你引我贴近你心，拥抱在你怀里，我爱你，我的天父，你是我的一切。我们再次用台语的来唱，
有一位听我的天父，有一位听我的天父，伊永远无放手我，有伊的听头甲我伫地，伊知影，伊真关心我，我知伊真关心我。虽然有危险艰难，嘛有悲伤甲失落。知影你拢会看顾，我知你拢会看顾。记忆我讲我的心，用手里行。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吗？再过几个礼拜就是感恩节了。圣经的话这样子来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告诉耶稣，好不好？弟兄姐妹们，就在这个时刻，我们一起开口来向神祷告。不管你们心里面有任何的忧愁，不管你们心里面有任何的喜乐事情，不管你心里面有任何的难处，就在这时候，主啊，不管你用方言，还是用悟性，还是用灵歌，我们一起开口来向神祷告，恳求主再一次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主你是听祷告的主。我们数到3，一起来祷告，1、2、3，主啊，主啊，谢谢你，主，谢谢你再一次来与我们同在，主啊，谢谢你的爱不离不弃来与我们同在。主，你再一次帮助我们，主啊，再一次赦免我。主啊，我知道，主啊，我是小心的人，主，我是软弱的人。主啊，当我遇见困难的时候，主，我萎缩了。主啊，感谢你再一次来与我同在。主啊，你的爱白白的给我，可是主啊，我领受你的爱，我却没有说出去，我说没有勇敢的来走出来。主啊，恳求你再一次来赦免我。主啊，在此时此刻，主，我们看见很多弟兄姐妹们，主啊，他们渴慕你再次领导，他们渴慕你再次来触摸他们，主啊，他们渴慕你再次来拯救他们。主啊，你就再次来帮助我们。主啊，可怜你的孩子们嘛，主啊，再次来帮助我们。主啊，再次来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渴慕你再次来帮助我们，赐福我们。主啊，主啊，主啊，谢谢你。我们再从头来一次。永远爱好我天父，他永远不放弃我，你爱的同在使我完全，我是子，你顾念着我，我知你顾念着我。在许多危难时刻，在流泪的过程，你永不离开或丢弃我，我全知你顾
弟兄姐妹们，我们再次将手举高，主啊，你再次来吸引我，吸引我贴近你，主啊，让我能够贴近你，拥抱在你怀里，我爱你，我的天父，你是。我们再一次求主再次来吸引我，吸引我贴近你心，拥抱在你怀里。我爱你，我的依附，你是我的一切。回转向你，回转向你，主啊，恳求你再一次不要撇下我们，主啊，再一次用笑脸来迎接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再一次，不管你用灵歌、用方言、用悟性，我们再一次向神来献上祷告，感谢主，你不离不弃的爱我，主啊，谢谢你，哈利路亚。再次说，主啊，我爱你，我爱你，我的天父，你是我的。我们再次说，主啊，我爱你，我爱你，我的天父，你是。阿爸天父，你是我们的一切，我们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谢谢你这么爱我们，在任何的时刻，你都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常常能够呼叫阿爸父啊，阿爸父啊，阿爸父啊，让我们能够常常呼叫你的名，让我们知道你时时刻刻都与我们同在。因着你的同在，使我们得以完全。所以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任何时刻，我们知道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阿爸父，他永远都不丢弃我们。我们是他所拣选，他所爱的，他永远不撇下我们成为孤儿。我们是他所爱的儿子，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施恩宝座前。我们应当一无夸力，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将我们所要的告诉我们的阿爸天父。他在基督耶稣里面必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谢谢阿爸天父，谢谢爱我们的阿爸天父，谢谢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谢谢爱我们的圣灵保惠师。谢谢你，谢谢你，把颂赞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你，赞美你，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我们拍掌，将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我们的敬拜团，哈利路亚！带领我们享受在神的同在中。感谢上帝，我们的阿爸天父是爱我们的阿爸父。我们虽然不好，我们就是将所有好的东西给我们的儿女，何况我们的阿爸天父，他岂不将圣灵赐给还求告他的人？很多事情，圣灵都会帮助我们。我们各样的事情，就是借着祷告到他的面前，向他倾心吐意。感谢上帝，我相信，我们无论在哪里，做什么事，神都会同在啊。神是掌管一切的神，阿们吗？好，今天有没有人要分享神的恩典，分享神的爱？哦，好，来，感谢主，我们的林美长老，好了。来，请充满神的爱。真的感谢主哈！说真的，这一年来我们要感恩的事，我要感恩的事情太多了哈！但是从这一次哈，我领受了到神奇妙的恩典跟祝福哦，要分享给大家。因为若无讲现在心肝足感激安尼吼，因为顶礼拜听讲无数人吼，也是看到讲哦，足侪人拢讲见证安尼吼。是把生活中的体验告诉大家，这是感恩的事，感恩的季节就是要感恩。尤其是我，真正感谢主。这10几年来，我当长老的节，我唔知我安怎做，但是我尽我的本分，加做这个积分的长老，嘛是尽心尽力，会当的话，我就出来互使，实在是真正尽我家己做会到的能力，虽然是微软正，但是主一直。互我有快乐，有热情，有爱心，所以我感谢主。因为我破病了后，已经两当偌久吼，所以互我重新得力吼。你讲吼，莫甲迄灾祸当作讲足艰苦，虽然流目屎，但是吼欢喜快乐的事拢有发生哦。哦，真侪奇妙事拢发生。我想袂到上帝安排我一个囝，陈志宏，伊就伫我的身边甲我讲：阿母你莫做啊！我一个月偌济互你，这种生活就是有保障、安全，而且身体也豆豆拢会有足健康。无论伫小组还是伫甲人接触中间，拢充满了主的疼伫当中。尤其是我的老母伫年老时，甲一笔财产分互阮这兄弟姊妹，而且伊个真欢喜，互阮会当死，互相交流，而且亲情、爱情这些拢足奇妙的事啦。你想讲这亲情，咱若想讲，咱会知影老，我会听人讲阮的分袂平拢冤家相骂我想老母有智慧，就个财产分配，甲遗产无共款是不是？所以我即摆甲阮小妹，伫顶礼拜有1、2、3有3日见的火车，会当对高雄游到宜兰一4个去安尼来回个当倒转来。人生总有第一次，这是我第一次所以我搁家主讲，主啊，我现在遮好，会当甲我小妹。我的厝的娘家的大大小小建立好的关系，因大家拢知影我是基督徒，然后知影我是这个长老，为什么在他们心中说只能而已所以我是蛮亏欠的。不过因为这几天的下来，尤其是这个月，真是恩典满满。各位拢一个，因为我逐天徛在摆学倒摆，透出来聚会，还是来创啥？做大声做大声。谈厝边隔壁就骂，毋是骂啦，是讲甲人讲啦，讲阿美啊，你徛喺台遮破到要害，大声细声呢唔好啦。我讲就袂歹的，对不对？我是甲讲伊去迄个牧师因兜开会我牧师因兜开，半路真正袂行，真正袂行。感谢主，我组员就进来来甲我支援，再去牧师因兜开会。倒等我就甲因讲，我看爱买台新的啦，若无现金无咱来分期付款啦伊讲即摆迄就是爱100才会当。我这人徛徛喺90仔50仔就拄好呢，小清醒嘛结果神真的是预备，我你讲他自己也感到说，好啦，我买一台啦。所以即摆甲恁讲，我骑车我那只说伊100就100我那遵守交通规则。
所以甲今年吼，足感谢的代志吼，拢归样讲互上帝，这是我的感谢的见证。哦，哈利路亚，感谢主哈。连面顶落哈，尽心服侍主哈，尽心服侍主的拢无规日空空哈。会早时来参加早祷拜三来祈祷会哈。若有啥物款的事奉、信心命讲座哈，无论是厨房组、生活组什么，你啥物款的当做的服侍，尽本能去做，伫小组哈。上帝教育用的稳定第一啦吼，可以伫经济上无欠缺哈，佮即摆会当享受吼，即个退休的生活吼，去即个火车的旅游吼，会当真囝儿的有孝时会当陪伴老母吼，兄弟姊妹大家拢有好的关系，这是何等的稳定吼，感谢主吼，哈利路亚来我们那个丁若宁来。数算神的恩典哈，感谢主神的恩典越数越多。数算神的恩典，我见证就是昨天要小组了嘛，然后我超6点多，我就想说，去金钟看一下长老，因为我在顾2个孙女，我就一个推车就放2个，就有一点重。可是，在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边很痛，可是我还是推过去。推了以后呢，我就感受到真的越来越不舒服，所以我坐没多久我就走，应该没有5分钟我们就走了。然后我这样推我本来要绕一大圈嘛，就是走到新中桥，可是因为我抓时间就是7点40来教会，结果我这样走，哇，我的那个痛就越来越痛，好像刀子在刮。可是我还在推2个小朋友没有人可以求救了。因为长老也在忙，媳妇在上班，大家都忙，我还是推回去。然后推回去以后，文师回来了，我就在那边痛到就是苦底下，然后已经冒冷汗了。然后生养就说：“那这样子，妈妈你去急诊好了。”我说：“没关系，我再忍耐一下。”结果越来越不舒服，然后待会又好，就是一把刀好像那个利剑这样穿过去。那我不知道是哪里痛，然后我就想说，不行7点40，我要早一点来。结果我就骑车骑到德明路，我停红灯，就是已经快要倒了，然后刚好看到邓凯泰医院诊所了，我就好吧，就进去了。我就说我要急诊，赶快给我那个看一下。那个护士也看我那个冒冷汗，所以他也没有收钱，就是先拿那个，因为他说钱呢，我说找一找，哇，没有带钱呢，没有带钱包啊。他说没关系，先看，所以我就看完以后，然后又做心电图，他说心脏 OK， 然后就说那会不会是胃酸还是你的胃？他说你吃什么？我说我就很正常就蔬菜这样子，然后我就。那边看完以后，我就来小组，然后我来小组的时候，我真的走不动，我就是真的是卡这样子，结果他们以为，你们是以为我在表演吗？他们以为我在表演，就真的眼睛睁不开，痛到，然后他们刚开始就觉得说，是在表演吗？还是说发生什么代志？真的不知道我很痛，然后我就。到那边以后，我感谢神就小组就为我祷告，然后在为我祷告的时候，师母你也记得吗？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也在那间也被祷告，就是在那里第一次被圣灵这样子经历圣灵的医治。而我在被祷告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想到说，这一次一定也可以得医治，所以。他们在为我祷告的时候，慢慢的，我就缓和了，也就好多了。可是那一样，那他们说你要不要先回去？那我就说不用我就小组，然后就这样子小组以后，这后面才好笑。然后我真的不舒服，然后就来厕所，因为我有吃药，喝很多水，所以我就很想尿，所以我就去厕所，然后我就下去了。然后我慢慢走，我就卡地这样子，就有一部车要停，那他要停嘛，他就一直把鼓就一直敲不好势，
然后他挡住我的去路，我就在那里。结果呢，他已经快要撞到丽晶他们3台车啊，然后我突然就丽晶的车，我就突然间发出大声说：“我讲什么忘记了，反正就是我的意思说你要撞到车了。”我突然间那个精神就来了，没有就我忘记了，就是怕他去撞到车，而且3台车，而且丽晶的车又新车，然后他说我在叫的时候，他认为说啊不关他的事啊，结果是他的车，然后结果是李弟兄啊，他又要来送礼物来教会，所以他要停车嘛，他停不好势，然后也就这样子，然后我就这样子，就起来，我也忘记我的痛哦。然后我就这样，小组他说，你好啊，我说，对哈，我就是被他吓到，我好起来了，我就完全没有疼痛了，所以感谢神，荣耀归给神，然后我求神来医治我的这个疼痛，感谢。好，我们也来为他祷告，来那个丁律来。有时候我们也是有征战、有攻击，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有疼痛，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求主耶稣能够医治张老良，因为他有很多的忙碌、很多的服侍、很多的担子，求神能够医治他，能够释放他。我们开口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前，奉你的圣名，主啊，您那十字架为我们担当一切的所有的做主，一切的疾病，主啊，一切的罪债，主啊，在十字架上你已经为我们承担了一切不合法的，不应该在我们身上的，我们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命令他离开，主啊，一切不应该在张来良身上的，奉耶稣的名，命令他离开，主啊，你的圣手在他的身上做医治的工作，做医治的工作，做恢复的工作，让他身体能够得到健康，身体每一个器官能够恢复健康，是吧？让他能够不仅身体要健壮，灵魂要兴盛，让他能够更爱主，让他服侍能够更荣耀主，是吧？让我们奉你里面祷告的时候，你在我们当中，愿你在我们当中显明你自己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是吧？我们谢谢你，赞美你，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会这样子啊，就有一个组员，我送他回去，他就跟我说，在这1年多，他看到我的那个信仰的生命，他说原来是，就是他昨天就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以前这样子就是点跟着我，然后我也没有太多的关注在他。那因为刚好是疫情的关系，所以没办法去帮助他，所以更多的陪伴。结果他说他昨天有一个很深的感动，就是原来我们真的是影响生命，影响生命。就是他看到我的服侍这样子，他说虽然我说对，我其实可以请假，因为我真的已经不行。可是我因为那个是就是很及时的，就在那个时间，所以我有赖在我们群组说先开始。其实我是叫护士说帮我找一个周2的那个群组，然后你就说先开始再看诊，就这样子。所以他就很感动，他说就是生命刚他信仰不久，可是他觉得原来我们在服侍的生命态度是这样子，不需要太多的华丽，不需要太多的就是说的太多，可是就是慢慢一步一步来，所以感谢主。还有人来最后一个哈，感谢主。牧师还有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要分享的是这一次的新生命讲座。我原本我想说我参加很多什么，但是我就是没有参加过新生命讲座，所以我就糊里糊涂就报名啊。后来才知道
礼拜的时候，我们献诗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哦，那是慕道友在上。所以我就跟师母讲，师母大概也不好意思，他说那你就勾同工我所有一直看，我就勾个那个总务组来洗碗嘛好啦哈，因为是好洗碗搁兼会当听这，然后很奇妙的就是第一次的时候。结果我是做桌长啦，师母给他用桌长，我该感谢上帝。卡所以若提早跟他讲，我就讲安尼我不爱参加，因为我发觉我最近有一些障碍那是我自己要像我们的幸福大学老师说的，老我没有死透，所以我一直在对付我的生命。那第一次的时候就有7、8个、6、7个的那个慕道友来，那结果我最关注的就是一个。从天母过来的长老教会，是老基督徒。结果我上关心伊的，因为迄阵伊都我上关心伊的。结果伊甲我讲这我袂惯心呢，我也是迄落古早的迄种的恁这我袂惯心。我较早嘛袂惯心呢，不过尾来的时候我就敢惯心。所以我用尽人的办法，然后用尽所有的他要怎么样服侍他，我都后来我跟上帝说，我尽力了。就像师母跟我讲，恁真那得好忠心、忠心，神要的是忠心。结果第2次，我们上一个礼拜不是第2次吗？你知道我们的慕道友是谁？除了嘉玲姐，就来了一个那个春晖的邻居。春晖的邻居，那一位不是啦就春晖的邻居叫一个杨大哥的。杨大哥我们在想说，哇，拢无半个来，春一来。结果他又不能讲话，后来我们就我就跟神说，我忠心，但是神你这一次要做什么？我就顺服。结果原来神透过我们这样子，他因为是喉癌，那以前真的人不能看外貌，真的不能看外貌，因为他真的是不起眼，你也不觉得他也第一次穿得很那个，第2次还穿得还不错。然后他就跟我们就这样聊的时候，原来这个人是60几年前是醒悟商专，60几年来，但他上专盖搞完呢所以他就从男子电子是个科长，然后就被大陆派去当经理，然后他就讲了他的过去，也在这几年当中他就是把所有赚很多钱都留给孩子，还有留给他妻子。结果也就失去了婚姻。那我就觉得，然后后来因为他只能够写字，所以我们就写了很多对话。那我就跟他讲，我大概也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怎么样来到右昌，然后神怎么样医治我、帮助我。那他已经是对人生伊说伊给他瞎解讲，人生好像如浮云怎么样怎样。我说今天是神特别为你预备的，你看都没有人，但是神为了你一个人，你看为了我们一桌，为了你一个人，然后好让我们可以这样更加彼此。后来在那个招娣长老刚那见证的时，伊听到啪啪啪安尼，所以招娣长老讲我讲的安尼，伊唔知念，我讲到够好的啦，我有一个兄弟他等于是也是高阶层的，英语嘛盖到然后就是不能讲话。目前就是他说他108年，就是去年的11月的时候他气缺，因为他的喉癌又复发了所以我说那刚好呢，这届拄好14号，离你落去拄好1年那样所以我说真的神为你预备。然后后来那个立文区长又说要做决志祷告。我没有想过呢不然想过要，但是刚刚没了。结果他说愿意的就起来，然后就举手，我看伊都给他手而且很坚定的。那我心里，其实我在讲他的见证的时候，我一路回家的时候，我觉得神做事的他的意念真的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真的高过我们道路。我本来该上次该失志我想师母嘛会感觉讲，嘿你无干呢，伊直甲阮安慰，不要紧，忠心就好，尽力就好我没想到神居然为了这一桌是要拯救这一个人的灵魂，
然后我一直跟他说：“你一定还要再来，你一定要。”他说：“会，我会再来。”然后他好像他说他自细汉就一个人尔，爸爸还佫介绍故事，阮师母就讲，5万等伊洗礼了后，有一天会当徛伫遮。我嘛甲上帝讲很奇妙你为什么会给我？人家都听不懂的，但是就在台东的时候，一个韩国人，别人都听不懂他的意思，结果就透过我，他有一次跟我问：“秀你怎么知道可以表达我所要表达？”我讲我嘛唔知呢，这可能现行的最刚。后来我就发觉，沿路走回去的时候，我也觉得有这种同感，就是说他在讲的时候，他有时候唇语，有时候是血来不及，让我也跟懂。后来我感觉讲，哎呦，食老够有效呢感谢主，我的主，荣耀归于上帝哈，哈利路亚。感谢上帝哈，其实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都是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做的有时候也是微乎其道但是我们忠心尽我们自己的本分其实我们的新生命讲座就是让很多的弟兄姊妹分工合作每一个人在自己那个位置上忠心，洗碗好好洗，煮饭或是我们招待破冰带领敬拜要传讲的，没有办法靠哪一个人。其实我觉得神都安排的非常的也不是我们怎么去，但是就是按着我们感动的，或是我们按着神给我们就要怎么去做的像第2周的先生们讲座是救恩之路，那连牧师就感觉上哇，感谢主，今天神真的安排的非常好，那个福音性非常的强我们的见证就是把真实的生命的经历讲出来，那就非常的触动人家的心非常感动真的大家都听啪啪啪，这是真实的。当我们真实的把我们从神所听见的、所看见的所经历到的所摸到的，这就是生命之道，我们分享出来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被神的爱触摸那一天也刚好立文区长讲的是非常的福音性讲到一般的信仰还讲到一个功德论那这个功德论当然其实我们就知道不合逻辑怎么推都不行这个下去就根本就骗人但是很多人都被骗得团团转，你也不能说，所以人是多么容易受某种东西的影响，很多人受很多的捆绑，很多人受很多的痛苦，但是没有办法得到释放，得到自由。他多么需要神的爱，他需要神的话他需要真的那个主的救恩临到他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去传福音。那我们这样一起做，我相信真的秀仪姐也会体验到真的有一个人，这个人看起来不太可能，他现在连说话都不能说，他的人生的遭遇，他过去多么辉煌，但是今天多么落魄，这个人正是神要救他所以我们付出，只要有一个人得救在天上的喜乐是没有办法比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感谢主那这个除了参与的人，我们在这里祷告的人，这是很重要。我们不要轻忽了我们在这里为这些事情所做的祷告神的工作就是因着我们同心合意横切祷告，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感谢主。好，今天牧师要跟我们分享一段经文跟我们做分享，是那个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第3章我们从13节读到20节就好了，我们一起来读来。
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吧。以色列王对他说：“不要这样说，耶和华召集我们这3王，乃要交在摩亚人的手里。”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吧。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沙身上。他便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耶和华眼中这还算为小事，他也必将摩亚人交在你们手中，你们必攻破一切奸臣美意，砍伐各种家畜，塞住一切水泉，用石头糟蹋一切美田。次日早晨，约在献祭的时候，有水从以东而来，遍地就满了水。感谢主，我们今天读了这一段，应该是从第3章整个在讲先知以利沙他的预言实现一个让3个王能够胜过摩亚的这样的一个神迹的故事我们在圣经里面在旧约很多地方都是特别讲到先知都要求问先知先知他所讲的很多事情都能够实现所以在历代志下20章20节说：“信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我们要信耶和华上帝，让我们能够站立得稳；我们要信他的先知，我们所做的才能够亨通。有时候我们对旧约的先知，到今天有没有先知？今天仍然神有使用，特别有先知恩赐，甚至有先知职分的人像我们现在在台湾比较有名的两位，在整个国度里面比较会承认，或是说会看重他一个是李学忠牧师，曾经在我们敬拜中心带年轻人，哇，那时候刚出道后，那个非常有活力带领年轻人敬拜他讲道很有 power 他现在都在带，现在都这个台北101跟洪国母牧师2个人一起同工所以常常在线上有在带领祷告，为台湾为列国祷告都是李学忠牧师他跟这个黄国伦牧师2个就是一个组合使徒跟先知能够合在一起就不一样只有先知没有使徒只有使徒没有先知，这个好像是就真的这2个都是能够合在一起，哇，那个神要使用他们带来的那个工作是更大所以他现在有一个使徒的遮盖另外一个在职场上非常有名，可能对职场的在有地位的人当中讲预言的这个叫做那个张义瑞牧师，他是张典琦牧师的儿子神给他们有这样的恩赐那最近我们长老会有2个牧师过去他是对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经历，或是太多的那么相信但是真的在这个李学忠牧师的服事当中让他全然的相信，所以他现在不是只是靠着人的努力，我们要信耶和华的先知，信上帝的先知，你才能够亨通。就是台南那个大光教会的牧师，所以现在跟我们在一起说我们为长老教牧师可能要办一个机会，请他来他可以为很多的牧者祷告那个冈山的
蔡牧师也边他祷告，他知道你的事，这个好像你没有办法想象。他说我们当中有一位他的门牌号是436号的，436号的，请他站起来。436，他想了，我们教会的门牌号真的是这个冈山就是冈烟路436号，这不是在讲我吗？在我们当中，手机号码多少都可以讲出来。我们有时候觉得奇怪，他怎么知道？他怎么去调查？但是神的确是有时候他给人有这样的恩赐，使人知道在我们当中真的有先知。这先知神借着他可以指示我们很多可能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我们读就是原来这个以色列王、犹大王跟以东王他们联合起来就准备要去打这个摩亚。那他们军队跟带的牲畜走了7天的路程之后怎么样？没有水喝。这么大的军队没有水喝，没有水喝有没有办法？古代你知道在打仗要预备那个粮草，他们没有粮草，没有水喝，水被断绝了，或是整个都被火烧掉了。所以我们在看很多的这个电视的讲到历史记很多的国家战争特别之前那个做秦始皇那个要统一六国，那很多的计谋那就是让他没有粮食甚至我看到一集就是说叫他们去，因为铁器很重要，战争很重要，大家铁就生意就是很好赚，大家都去铸铁，你知道吗？不做龙了，大家都去铸铁。结果铸铁的时候，这个是仇敌的诡计，叫你去炼铁喝炭，这么多，但是国家没有东西吃，可以活得下去吗？那铁也假嘛，铁不能吃，能够打仗但是不能吃。所以像我们现在台湾真的政府就是对农民特别好。现在我们有做农的知道，现在农保的福利有提升为什么？没有人要做农，这个国家这个什么镜片能够吃吗？那镜片很值钱，能够吃吗？也不能吃啊。所以这个农是非常重要。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这个你也活不下去所以这个以色列王就知道惨了。哎呀，耶和华召集我们这3王，实在是不是要去打摩亚，是要交在这个摩亚王的手里。这个亚哈王是没有信心的人这个不敬畏神所以他也可能害怕，想说神这下惨了，要把我们交给摩亚王。结果一个比较敬畏神的这个耶沙华所以我们的朋友当中有敬畏神的人是很大的恩典。各位，你也要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可以成为别人的朋友，因为有敬畏神的人，神同在神也垂听我们祷告。到没有路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祷告感谢上帝我们可以祷告。你看这个耶沙瓦就比较敬畏神，在圣经里面他是一个好王他就说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可以去托人能够去求问耶和华，托他去求问耶和华。结果人家说有我们这里有这个撒法的儿子以利沙，他从前不是以利亚的，他是一个先知，大有能力的先知。所以这个耶沙瓦就对这个以色列说那赶快去。结果去找这个以利沙以利沙知道你这个亚哈王这个坏蛋，他爱理不理的。他跟他讲怎么说呢？他跟他讲说我与你何干？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不是有亚瑟拉吗？不是有这些巴力吗？你们是不是很行吗？这个当然这个先知讲话有时候是很厉就讲了那这个以色列说不要这样说嘛，耶和华召集我们真的是要教我们，把我们交在摩亚人的手里所以这个以利沙他就说话了，他说我指着侍奉永生的万军耶和华起誓，我若不看到
不是看犹大王耶沙瓦的情面，这若不是看这个约沙法的民主吼，我较不爱插你吼，连懒得理你吼。但是因为这个敬畏神的耶沙瓦，所以他就开始要帮助他，叫一个弹琴来弹琴敬拜神。所以敬拜神是很重要的。各位，我们要祷告就是要敬拜神，敬拜神吸引神的同在，我们的祷告才到他面前。我在跟牧师讲说，其实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是要敬拜，敬拜在祷告，敬拜在祷告。当我们心被打开，当我们用灵向神敬拜，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来祷告。好，那个时候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要先读神的话，再祷告。这个是穆勒那个近代孤儿院之父那个究竟穆勒他讲的。因为你没有吃饭没有东西可以消化，你没有那个木材你用火下去也没有用啊，烧不了多久啊。木材就是材料，我们吃的粮食就是材料，可以消化，可以消化。祷告就是在消化，读神的话就是在吃饭，又吃饭又消化，就有营养了。不然的话，吃了一大堆没有消化，这个不行啊。或是没有吃东西要消化，那你受不了。这两个哇，这个穆勒有这样的发现我觉得这个是原理，属灵的原理，有时候是不需要讲什么理论，但体会出来。所以你要敬拜的祷告，不敬拜祷告一下，我们先赞美神嘛，先感谢神嘛。那么一个人见到父亲拍头，今天了，你这是黑道的还是谁？有的孩子对那个父亲要钱就是要钱讲一句话都不会讲但是都会怕父亲不敢讲，不然给老母去，拜托了，拜托给老母去讲不敢向爸爸要这个就是，但是我们来到神面前，就是真的要敬拜他，要尊崇他，要感谢他，要荣耀他要高举他的名我们要称颂他。所以他们就弹琴来了，他们就敬拜嘛耶和华灵就降在他身上就神的话就来了，叫他们做什么呢？说你们在这谷中满处挖沟，因为耶和华这样说：水不见风不见雨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的深处有水喝。这是神借着以利沙所说的。所以在耶和华眼中，这还算是小事吗？这还算是小事，他也必将没有人交在你们手里。神都可以把水给你们了，把没有人交给你们，那有什么困难这个所以你们一定会攻破他们一切的奸臣美意加速，塞出一切水泉，石头草会糟蹋用石头糟蹋一切的美点。这个当然后来就是真的战争他们以为这三王要来打他们了，因为这个水呼噜，这声音很大，就流了满山满谷了而且他们看到这个光水好像拿火也熄地我们那个光一照就是不一样了。他们吓死了，哇，这个邪啊，他们就互相的以为是这个三王互相残杀，他们这家死定了。结果他们要去攻打他们的时候，刚好是被攻打就被打追杀，他们就真的照这个预言所讲的就实现了。到了这个摩押王没有办法，他要把他的儿子那时候想这最后一波巫术一般的，我把我的这个长子献给他们的神可能他们的神能够显神威来帮助他们能够打胜当然这是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这个祭祀在这当中我看那个张启明长老他本身他是一个非常关心整个国度复兴的感谢主，他最近刚好借着新媒体，他投资很多，所以他可以整个国际连线
他为整个台湾也是这样连线。12月4号，像张安利牧师要做线上的访韩盛会哈，也可能会在我们教会也会有这样的线上访韩盛会哈，可以转到这个地方来，我们都可以参与。现在就是线上，那就借着他们那个地方啊，可以跟整个世界都能够连线啊。这是神的奇妙的工作，很奇妙的工作。他对台湾的复兴非常的关注，所以无论是敬拜赞美引入台湾，或是祷告山的运动、访韩各方面，其实在台湾它就是一个启动者，他们都不断在敬拜祷告，所以他们有那个 TOD 哈，敬拜祷告。他们有一次跟夏中间牧师，那时候刚好为了要进入那个公元2000年福音运动的时候，哇，他们就请了很多人来带领这个复兴啊。那有一次夏中间牧师他自己在那个整个复兴特会当中在分享的时候，有一个蔡锦莲牧师看了一个异象，看了这个异象就是说，他有看见整片的整个蜡烛这个蜡烛但这蜡烛当中出现了一只手，这手就是上帝的手，去点燃那个蜡烛，哇，每一根都点燃，哇，他看到这个异象他们那时候知道要公元2000年福音运动，想说怎么做，现在刚好是小组运动，我们应该要推动小组，我们要这个推动这个小组的祷告刚好那个时候有一个三一神学院的院长叫那个高文博士，这个人有写一本书很有名，叫做《布道大记》。这本书很老了，但是这本书其实是写得非常好，就是把耶稣的整个他来到世上传道，他用的方法方式。今天的教会若是能够这样的方式，这个教会应该能够复兴他对复兴很有负担，因为他本身经历过2次的复兴这个高门这个博士，然后所以台湾就想说可以这样做，但是时候未到就是推不动真的很困难。要推一个运动简单吗？不简单。不习惯的你要叫他做，不简单真的。最近我们高雄中会我讲过，就是我们冈山教会蔡牧师，他有一点年纪了，他觉得他真的趁着还有这个时间，而且在那个位置上他很着急，所以就召集中会的干部这个中委就是要推这个我们的10点的这个黄金10点的这个福音运动。他明年我那天讲就叫所有的各部你不能再过去那样，好像就是今年你这样计划，明年这样做今年去敬天，明年也是去敬坛今年去圣诞旅游，明年还圣诞旅游，到底是教社部是要做什么跟福音有关你要想一下。所以真的每一部的部长大家都伤透脑筋叫妇女事工部你也做一个跟福音有关，那妇女事工部真的部长也想不出来，所以不然也跟祷告有关，也想不出来，所以后来说好吧，那我们就传道部来办一个关于这个祷告的妇女祷告训练会，但是你们来办，但是我们帮你安排这样的讲员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妇女能够起来祷告我们能够真的借着祷告来不断来改变我们。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哇，我们倘若习惯于安逸，我们都只是来听道，来做礼拜，我们都没有任何的使命感，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一个使命的团体。我们呼召就是要来做门徒，就是要来传福音，要来完成主托我们大使命。倘若大家都没有，久而久之什么都不会做。好像我们的孩子，你什么事情都不让他做，他长大会做吗？你不叫他煮饭，他不会煮饭。
教他也没有用，还要让他去煮，啊，他不去煮就是不会，啊，叫他去扫地，哦，孩子为什么要训练扫地？啊，扫地也要训练啊，啊，你教怎么扫地啊？教100次也没有用啊，拿着扫把去扫，把它扫干净就对了。管他是怎么扫，但是扫久了，那就会扫出好的那个方法来，哦，所以这个都是要实际去做，哦，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张启明长老他们在台湾推动这个复兴的运动，其实这些年来我们知道，无论是牧业来台湾推动这个祭坛的祷告运动，或是那个代表人推这个回家运动，啊，很多的运动，但是真的都没有很全面性。我们多么期待说能够有全面性的复兴。所以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当中，牧师简单讲一下哈。三王的大军一大堆哈，倘若没有水喝哈，也不能打仗，也会死掉。今天我们的教会再大，当我们都没有生产力的时候，这个教会会慢慢萎缩。就好像欧洲的教会再大，会变成博物馆。那个前年的这个在美国的那个西雅图哦，拍卖第一长老教会哦，为什么没办法？内底都从6、7个拢是80岁以上的，他怎么去管理这个教会啊？拍卖掉了。这个就是教会，倘若不再有生命，不再在推动，就没有办法。你若无生命活水哈，大家恭喜哈。那我们看到复兴有很多的模式啊。20世纪，我是觉得有很多的大教会兴起。那我们台湾借着小组运动，它也有80几间的千人教会，但是现在不是，现在不是。从今天的经文哦，这个就是得到一个启示哈。就是其实不见风不见雨，没有什么大的作为，没有什么大的人物，没有什么大的布道会，但是只要依靠神，神能够让他满山满谷都有满了水，这是神的作为，神的作为。所以牧师大概在最近这段日子就非常感受说，我们就是要能够知道神的教会，有时候借着2、3个人，2、3个一起祷告。2、3个人一起布道，当然我们能够小组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大一点规模的布道收割，但是这个都是要借着祷告。所以我很鼓励我们弟兄姊妹现在在线上了，我知道在早祷现在没有线上因为在线上大家可能就实体就现在很多教会都变成线上，为什么？我在线上很方便的，在家里边也不必再出来但是真的要祷告，还是要在现场我个人是这样不然我们人总是有惰性在家里面没有人看见，没有这么认真所以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但是线上好处在哪里？几个人的时候在线上很好，我们3个人，我们在线上真的能够化整为零。台湾现在是一个复兴。真的，我们看见是最近的时刻，因为接着杨大龙牧师有真的这个 RPG 越来越多的教会推，所以我们在中会明年2月开始要推，希望更多的姊妹较容易，姊妹告那些大概到底祈祷真的很有果效，会经历很多神迹所以我们教会，我相信借着弟兄姊妹的祷告一定会不一样。我们在这里一起祷告，我们可以有3个人盼望每个小组真的都是能够进入3个人的这样的祷告小组所以感谢上帝我们看到摩亚是他们的仇敌。摩亚是代表什么？我简单讲一下。从圣经里面，摩亚就是一个淫乱，他是从罗德跟他的哪一个女儿生的？大女儿摩亚，小女儿叫亚门。这东西老爸跟查某囝生，这个就是一个扭曲然后有很多的咒诅然后他
诱导百姓行淫乱。我们在那个实挺的时候，他们侍奉巴力毗尔或是说悖逆悖逆，因为这个摩亚跟亚门就是悖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摩亚就是代表骄傲，是属肉体，或是说刚才讲的安逸。各位，我们都是想要安逸过日子，你就是会成为摩亚，安逸度日从小以来就是安逸度日。你读圣经耶利米书在讲摩亚，从虽然以来就是讲要快乐过日子，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仇敌那像耶和华夸大，不依靠神。其实今天我们无论是台湾的社会，各地的社会，我们面对的问题，仇敌都是这样。就是人因为骄傲，人依靠自己，人夸大自己，人想要安逸，人想要享受很多在肉体上的快乐，但是不认识神，不敬畏神，你就成为撒旦魔鬼的俘虏。求神帮助我们，很多人被俘虏，我们要把他救回来救回来。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今天的教会来到主前我们盼望我们成为一个每一个都是一块什么活石，我们能够成为灵宫。我相信我们教会就会健康，就会强壮，我们就能够看见神的国更大的扩展。我们起立，我们来唱。求主再次帮助我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的活石。哈利路亚！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如活石，一块一块建造成为主灵宫。主的手在我们当中运行，神的火要点燃不熄我们是君主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神所拣选被赎的子民。耶稣是磐石，我们是教会，在这里发光宣扬主。从头来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如活石，一块一块建造成为主灵宫。主的手在我们当中允许，生命火要点燃不熄。我们举起手，一起来宣告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神所拣选被赎的子民。基督是磐石，我们是教会，在这地发光宣扬主，在这地，在这地发光宣扬主。我们开口祷告，为教会祷告，为教会能够真实在这地为主发光，让教会能够进入复兴。我们开口祷告，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主，谢谢你再次拣选我。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恳求你再次来使用我。我们赞美你，赞美你。主啊，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每一个人好像一块活石。主啊，我们能够在圣灵的面前当中，主啊，我们能够主，你必来做我的工。主啊，建造一块一块的建造。主啊，让我们愿意来跟从你，愿意来顺从你。是的，主，我们谢谢你，赞美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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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让我们的教会真实的能够，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够起来，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够起来，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够成为活石，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够被圣灵充满，每个神的儿女都能够被神使用。哦，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再次说，我们是君尊祭司，我们
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神所拣选被属的子民，基督是磐石，我们是教会，在这里发光宣扬主。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让我们知道教会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教会，让我们每一个人真实知道，我们就是耶稣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让我们每一个肢体都有每一个肢体的功用。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特别为教会祷告。这次我们要22届的长子的选举，无论是长老，无论是执事，无论是教会的传道人、教会的干事，我们或是成为小组长、成为副长，甚至我们成为圣歌队的队员，我们成为敬拜团的团员，我们成为招待的一份子，我们成为教会任何一个服事，让我们能够说，我们真是他的肢体，我们是有功用的，我们可以真实一起建造，成为一个身体，成为荣耀的身体。我们为了长子的选举祷告，求神自己来拣选，让弟兄姊妹也祷告，让我们的选举能够顺利，按照神的心意兴起神所要使用的人，好不好？我们迫切为我们这次的长子先起祷告，我们一起开口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赞美耶稣。主啊，你的教会，主啊，就是你的身体，就是你从万有者所充满的。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让右昌教会在这个地方奉你的名能够建立。主啊，经过快进入70年，主啊，谢谢你，我们已经进入22届。主啊，我们每一届有被显出的，他们愿意能够成为神你所使用的器皿，他们能够敬重他们的职位，或是当长老、当执事的，他们领受不同的职分，他们发挥不同的功能，但是他们都能够尽心竭力来让他们有信心、承担神你托付在他们身上的任务。主啊，他们能够忠于所托，忠于所托，成为好的长老，成为好的执事。主啊，能够借着他们的服事，能够荣耀你的名，能够建造你的教会，能够使许多人因着他们有美好的榜样。主啊，我们恳求你与我们同在，在我们这个主日，我们到礼拜3，我们要选出长老，4位长老。主啊，让我们能够顺利把你神你的感动在弟兄姊妹的心中。主啊，我们知道拣选在乎你，主啊，一切都出于你，我们仰望，求主帮助。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特别继续为我们教会这一届第16届的新生命讲座，感谢主，我们已经几年没有做新生命讲座，这次我们恢复，我们相信神感动我们的，我们按着他的感动，顺服他的带领，我们去做，必定有神奇奇妙的工作在其中。我们为所有的这些被死的祷告，为服侍的同工祷告，为每一次要见证的弟兄姊妹祷告，为我们要传讲信息的神的仆人祷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借着从总干事带领的这样的侍奉的团队，我们是好像一个合而为一的军队，让我们能够一起能够得着更多宝贵灵魂。我们为此祷告，我们也为我们今年在圣诞盼望我们更有机会借着各个小组，也能够借着福音餐会，也能够接触到更多的这些慕道友。求主将得救的人更多，借着各样的机会能够带到主的面前，好不好？我们为了我们这一次能够有经历到这个灵魂的丰收，我们向主献上祷告，我们开口祷告。
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赞美耶稣，赞美耶稣。主啊，得救在乎你，得救在乎你。主啊，谢谢你。主啊，得救在乎你。主啊，得救是因着信在乎，是因着你的恩典在乎你，本乎恩因着信。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知道，主啊，你要一定要得救的人，每一个人都不会失落。主啊，我们知道你已经为我们带来许多的宝贵的这些主啊，你要得着，主啊，让我们更多的祷告，让我们更多的祷告。主啊，借着我们能够同心合一的祷告，主啊，我们每一个人被神使用。主啊，每一个人在不同位置，虽然不同位置，但每一个位置都是重要的，每一个位置都是重要的。主啊，我们不轻看我们说的不是，主啊，每一个不是在你看来，在你眼中看都是宝贵的。主啊，你使用我们，从我们整个服侍的团队总干事到我们所有服侍的团队，主啊，你与我们同在，圣灵高牧他们，圣灵高牧他们。主啊，无论是要见证的，主啊，要传讲的，神都与他们同在。主啊，让每一个听的人心都能够被主的爱触摸。主啊，他们都能被你得着。主，谢谢你，赞美你。弟兄姊妹，我们也为我们在整个圣诞，我们感恩节，这次我们有见证礼拜，求主让许多经历神的见证能够见证出来，让更多人能够知道神真的是爱我们的神施恩给我们的神。我们也为我们在圣诞节我们有赞美礼拜，我们求神也有圣餐礼拜，求神的同在。特别我们在11月28号要圣诞的点灯，我们都为此献上祷告。我们为此献上祷告。我们为了我们无论是在校园的事工，在社区的这些事工，求神能够借着在这个节期，也能够让更多人听见福音我们也为我们当中软弱的肢体，我们也献上代祷，献上代祷。我们为了吴细平的妈妈雅金，为了肖春建春弟兄，为了周杨秀凤姊妹，为了翁敏慧的妈妈郭翠霞姊妹许多我们知道这些软弱的肢体，也继续为潘师母、为曾国斌弟兄、为林清明弟兄，我们都献上祷告我们在座都有什么样身体有软弱有疾病的，我们也来到主面前，我们在按手在我们有病的地方，我们奉主名祷告，相信我们借着信心的祷告，神的意志必定要在我们当中，好不好？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呼求主三声，我们开口来祷告。主啊，主啊，主啊！哈利路亚！主的是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奉你的名祷告。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的恩典这么多，主啊，我不再想那过去那不愉快的事情，主啊，我们的软弱你是知道，主啊，我们的不是你知道，主啊，每样事情都是主，再次将我们教会身体软弱弟兄姐妹们要交托在主的手里，主啊，我们在这个感恩圣诞的节期，正是我们能够为主做见证，正是我们属神，正是我们能够传扬你的时候，主啊，更多的就能感谢赞美你，我们更有机会介绍很多的弟兄姐妹的圣灵求你运行在我们当中，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在我们每一个神儿女当中，让我们能够祷告，让我们祷告，神为我们开路，神为我们开门，主啊，让许多为的门能够被打开。亲爱的主，我们仰望，主啊，我们为许多软弱的肢体，我们仰望，主啊，你特别超自然的意志在我们当中，主啊，能够用你的圣手，主啊，能够在他们身上做医治、做释放的工作。主啊，谢谢你，赞美你。主啊，你受鞭伤，我们得医治；你担当刑罚，我们得到平安。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殿中一起祷告。主啊，在整个祷告当中，主啊，让我们按着我们心中所感动的，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奉你名的祷告都能够得到成就。愿你美好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当中。主啊，愿你能够把许多宝贵的灵魂赐给我们，
让我们在感恩圣诞的节期能够经历到灵魂丰收的喜乐。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一同聚集在你的殿中敬拜祷告。主啊，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神你是爱我们。当我们敬畏你，你就差派你的使者来帮助我们，无论是借着先知，主啊，借着神的百姓，你可以用各样的方式把恩典赏赐给我们。主啊，依靠你的都是有福的，依靠你的都是有福的。主啊，依靠你的都必要得胜。主啊，依靠你的必要得胜。主啊，我们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一切的东西你都要加增给我们。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是活死，我们愿意被建造成为灵宫，让我们真的成为金尊的祭司。在这世代，我们愿意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一个传福音的人。主啊，虽然我们软弱，我们微不足道，但是我们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差我。主，我相信我们所做的，在你眼中看来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你能成就大事。主啊，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啊，将我们的弟兄姊妹都仰望交托给你，有疾病的得到医治，有遇到困境的神能够引导他们突破，在财务上有困难的神啊，你奇妙的供应。神，你能够用一切的方式，能够让我们经历到神，你真是爱我们，超乎我们所想所求的，把一切恩典赐给我们。主，谢谢你，我们把颂赞荣耀都归给你，保守我们分散的脚步，愿你在我们当中得着一切的荣耀。感谢你，赞美你，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各位请坐，愿上帝大大的赐福我们。